今天是过去直直累积，伫今仔日的结果。所以讲，历史呢，今仔日就是未来的历史啊。那结果呢，是今仔日过去的结果。吼，咱过去若无过去，哪有今仔日的结果呢？所以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现在呢是成过去的果，吼，现在呢是做未来历史的因，吼，所以呢，因缘果，吼，这都是不断地咧运转嘛，真正拢总是爱把握的。